明年同後年2026喺中華玄學上亦都叫做赤馬紅羊，60年一度嘅10天干丙丁，再加上馬年，明年就係丙午年，即係丙本身屬火，馬亦都本身係屬火嘅。明年嘅磁場呢，火氣好旺嘅時間啦。咁如果你翻查歷史，好多有關赤馬紅羊嘅事件呢，其實每一次赤馬紅羊嘅時候呢，都世界上發生好多事故嘅。我哋嚟睇睇喺數字學嘅角度去砌2026等於點樣嘅一個數字組合呢？嗱，咁數字都有五行嘅喎，38就係屬火。整個圖裏邊呢，我哋有一個火、兩個火、一個金、一個水、一個木，即係話明年喺數字嘅角度都係火氣特別旺嘅，都應驗咗同中華玄學都有啲息息相關嘅。兩個角度去睇都係火嘅五行稍為重嘅，咁會發生啲咩事呢？眾所周知，屬火呢個五行呢，變化係好大嘅。明年不停咁變化嘅嘢會越嚟越快，人嘅情緒起伏呢，亦都會好波動。所以明年啊，最好就係將自己嘅心情、心態、情緒等等調得稍為平穩啲。因為外界所發生嘅嘢呢，我哋冇辦法可以掌控得到。唯一我哋可以控制嘅呢，就係我哋對於外界所發生嘅嘢嘅情緒。最好嘅方式，例如去打下坐啊，鍛鍊下自己嘅耐性之類啊。咁當然仲有好多辦法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平穩咁去度過呢1-2年嘅。多多關注，我會時時刻刻都分享更多嘅 tips 俾大家。OK。